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语黑白讲》第47集，我是小张。这集咱分作两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咱要用4个字来讨论闽南语的变调规则，这个入声字的部分，咱后摆会另外做一集来做讨论。第二个主题，穿针引线的穿，为何会使读作穿衫穿裤的穿？针对这个问题，咱今日嘛同款要来讲清楚。说分明，一开始，咱先来介绍闽南语内底的8个声调。8个声调用8种动物来做代表，分别是狮、虎、豹、鹌、猴、狗、象、鹿。若是读了无准，希望各位多多包涵。这8个声调内底，各分作平、上、去、入。第1调至第4调是阴的，第5调至第8调是阳的。其中这个第2调的虎，甲第6调的狗，声调真相像，会使算是同一个声调。所以咱台湾闽南语内底有一句话，7声8调，就是安尼来的。一般来讲，伫韵册内底有4个声调，平、上、去、入，分别对应的就是狮、虎、豹、鹌。这个入声字内底，阁有一个第8调的鹿。另外，第6调的狗，甲第2调的虎。算是同一个声调，咱拄则已经说明过啊。讲到今为止，咱还阁有2个声调还未讨论到，就是第5调的猴，甲第7调的象。小张认为，这2个声调拢会使算是平声，但是各位若是有更较好的意见，麻烦指教。讲完声调了后，咱来讨论正平的数字。小张的二姑已经80几岁啊，伊甲小张讲：“人的啊，闽南语是我的母语。”我已经讲80几年啊，但是这几个数字到底在写啥，我实在是看无。这就是我做这支影片的原因。其实，这个数字就是变调规则。漳州腔有漳州腔的变调规则，泉州腔有泉州腔的变调规则。咱今日拢要来讨论。伫这个所在要特别说明，小张伫节目内底拢是用漳州腔的变调规则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变调。要讲变调进前，咱一定要先来找本调。这个本调安怎找？咱会记得一个原则：每一句话的上尾字，就是迄个字的本调。咱即马用2个字来做说明：菜包、包菜。菜包的包是尾字，包甲西共一个声调，所以包的本调就是第1调。包菜的菜嘛是尾字，菜甲爸共一个声调。所以菜的本调就是第3调。知影本调了后，咱就会使开始变调啊。第1调的包变调了后，就要变第7调，相对应的就是唱的声调。西变唱，包变包，第7调的包。过来第3调的菜变调了后，就要变第2调。第2调对应的就是虎的声调。爸变虎，菜变菜。一般来讲，尾字唔免变调，拢维持本调。唔是尾字才需要变调。咱伫这个所在有法度得到一个结论：这4个字的声调，就要读作虎西、唱爸、菜包、包菜。变调就是这个变法。讲完漳州腔，咱即马来讲泉州腔。第1调同款变第7调，第3调同款变第2调。所以这4个字同款读作虎西、唱爸、菜包、包菜。漳州腔甲泉州腔同款。咱即马用另外2个字来记一个新的例：老火、火老同款。咱先来找本调。老火的火是尾字，火甲爸共一个声调，所以火的本调就是第3调。火老的老嘛是尾字，老甲狗共一个声调。所以这字老的本调就是第5调。知影本调了后，就会使开始变调。第3调的火变调了后，就要变第2调，也就是虎的声调。爸变虎，火变火。过来第5调的老变调了后，就要变第7调，也就是唱的声调。狗变唱，老变老。同款尾字维持本调。唔是尾字才需要变调。伫这个所在，咱得到一个结论：这4个字就要读作唱爸、虎狗。
老火，火老，变调就是这个变法。讲完漳州腔，咱即马来讨论泉州腔。第三调同款变第二调，也就是火的声调。这个部分甲漳州腔一模一样，无同款的所在伫第五调。变调了后，爱读作第三调，也就是爸的声调。所以老就爱读作老。所以这四个字伫泉州腔内底，就爱读作爸爸、火搞、老火、火老，嘛有可能读作老火、火老，因为这字火伫泉州腔内底爱读作火。这种的读法到底对还是毋对，小张嘛无确定，但是无要紧，因为咱会使来请教专家。什么人是专家？这位魏火兰先生就是专家，因为伊就是正港的泉州人，请魏火兰先生甲小张指点。这位魏火兰先生毋是干来晓讲闽南语，伊参广东话嘛会通，伊嘛有在做节目，各位会使去看伊的节目，看伊的腔口，你听有啊听无？这个上基础的变调规则，咱就讲到这为止。刷落来，咱来讲第二个主题。伫台语黑白讲第44集内底，小张捌讨论过一个字，这个字的文音读作川，川尖引线的川，有一个白话音读作仓，小张有解说甲真清楚。有另外一个白话音会使读作穿，穿衫穿裤的穿。这个字读作穿，到底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继续甲看落。这字川会使读作穿，就是因为音甲安这两个韵母会使互相转运。小张以前捌讲过几落摆，咱若是要来找白话音的时阵，一定爱考虑伊甲u这两个音，有这两个音，白话音会加真好找。所以音甲 n 嘛会使互相转运，音甲弯嘛会使互相转运。到底安尼讲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咱继续甲看落。咱即马来看汉典内底安怎记录。这字川伫厦门地区会使读作清，嘛会使读作仓，嘛会使读作川，甲小张的理论不谋而合。即马一定有人要甲小张问：小张，像这种的字，敢也阁有？当然嘛有。咱继续来讨论。伫第38集内底，小张捌讨论过这个字，文音读作行，白话音读作海，阁有另外一个文音写甲真清楚，读作环，第五调的环。阁一摆证明音甲弯会使互相转运。口说无凭，咱即马就来看证据。这个字伫漳州腔内底会使读作行，嘛会使读作环，证明小张的理论。伫厦门地区，这个字会使读作海，嘛会使读作行，嘛会使读作环，甲小张的理论阁一摆不谋而合。拄则咱有讨论到三种的转运理论。其中，这个音甲弯互相转运，小张已经证明互你看。还阁剩两种呢，免着急啦。咱先来看这是啥物物件。这个物件伫普通话内底就叫做龙眼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。这个字伫韵册内底写甲真清楚，文音就爱读作眼，第二调的眼。咱即马来举例说明，这两字安怎读法？这字眼毋是尾字，所以咱需要来甲变调。第二调变调了后，就爱读作第一调，也就是西的声调。所以这两字就爱读作眼神。这两字伫为近南北调就已经存在啊。咱若是困起来，目睭闭开，伫普通话内底讲睁眼，但是咱闽南语的使用者，咱取另外这个字读作精神。咱话讲倒转来，眼神的眼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眼，第二调的眼。敢真正有这种的读法？真的啊，灵眼就是用这字眼。咱即马来看汉典安怎记录，伫漳州甲厦门拢会使读作眼，嘛会使读作眼。这已经袂使讲是不谋而合啊！应该安怎讲？应该爱讲小张这套理论确实会用值。咱即马翻头转来看这三个转运理论，其中这个音甲安，小张嘛已经证明互你看。要搁继续讲落进前，咱先来看这幅图。这个骨头叫做肩胛骨，肩胛骨的顶端这个部分，咱拢甲叫做肩胛头。咱即马来讨论肩胛头的肩，肩就是白话音。咱若是甲接倒转去，文音就应该爱读作肩。到底是毋是读作肩？咱来看韵册安怎写。肩天切，确实读作肩。
证明小张这套理论毋是乌白乱讲的。搁一摆口说无凭，咱即马来看汉典安怎记录。这个字除了会使读作经以外，伫厦门地区确实会使读作经，证明小张的理论完全正确。讲到呾为止，3种的转运理论，小张拢已经证明互你看，这就是真金不怕火炼，证明小张的理论确实会用值。刷落来，咱来讲一寡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边，天边海角的边，嘛会使读作天边海角的边。根据咱拄则讲的转运理论，照道理来讲，咱就会使得到另外一个白话音，读作平、东平、西平。写这一平有道理还是无道理？欢迎各位指点。这个字的文音读作先，先得先，后得后，万来得袂着。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先。凡事拢有一个先来后到，要读作先来后到，嘛会使，我拢无意见。过来，这两字是异体字，文音读作干，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经。因为这个字，小张捌叫人扇嘴皮过，后摆有闲，小张才来讲这件代志，互各位听。过来，这两个字嘛同款是异体字，文音读作干，什么意思？伫内篇内底写呢？军服上接呀，什么意思？咱来看白话音安怎读，咱就知影意思啊。景，扣景的景，是毋是都爱写这个字？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大家拢熟悉。上少就有3种的读音，咱即马来举例。小张是第一等的人才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等哦，这就号做家己补，较袂错。咱即马来讲第2种的读音，稍等一下，这个所在就爱读作等。搁一摆证明英甲安会使互相转运。要来讲第3种的读音进前，小张爱先来介绍这个声母互换的观念。的甲特。这两个声母时常互换，互换了后，这两字就会使甲读作听效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两字的古早字相通，所以咱会使做伙讨论。文音读作干，白话音读作景。20几年前有一个广告，讲土豆是用电脑建的，就是用这字景。刷落来，咱来讨论这个字，伫正文内底写这两字相通，咱来看韵册安怎写。文音就爱读作反，第2条的反，转运了后就爱读作并，第2条的并。这个声母哪会无同款？小张以前捌讲过，波甲好这两个声母时常互换，声母互换了后，韵母对弯转运做音，咱就会使得到并这个音。咱即马来举例，小张，你顶摆讲的，哪会甲即马讲的拢无同款？你哪会使安尼并称换？这字并就是这个用法。咱继续来讲一寡较简单的字。这个字读作研究的研，转运了后就爱读作研，甲土豆研做土豆腐的研，就是用这字研。这个字的文音会使读作研，嘛会使读作演。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应，第2条的应。这是一位潮州的朋友甲小张教的。若是讲了无好势，欢迎各位指点。过来，咱拄则讲到这字干的时阵，有另外一字异体字，读作寒，文音读作寒，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盈，盈无代志，就是用这字盈。过来，这个字咱真接讲到，但是咱拢袂晓写。这个字什么意思？伫集文内底写 ti 呀，甲这两字相通，文音读作生，白话音就爱读作生。ti 啊生生，就是用这字生。咱继续来讨论新的字，这个字伫韵册内底写甲真清楚，文音就爱读作精，白话音就爱读作赞。咱即马来举例，赞文科就是用这字赞。咱即马来讲一字形声字，声符就是精，白话音会使读作赞。伫漳州会使读作丁，伫漳埔有一个声调会使读作第3调，读作赞。3赞楼的楼仔厝。就是用这字赞。讲到呾为止，咱已经讨论超过20字啊。咱搁来讲2字就好。咱即马来讨论这个字，伫说文解字内底写伊有呀，将有零声，所以这个字的文音就爱读作零，第5条的零。
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兰。第5条的兰，咱各讲一个字，才做伙基地。咱即摆来讨论这集的上尾一字。伫说文解字内底写安尼：万物之精，相为列生，将精生声。所以文音就爱读作生，转运了后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山。咱即摆来记例，铃声是文音，白话音就爱读作兰山，嘛会使讲兰兰山山，意思各位拢清楚嘛明白。咱来看证据，这个字确实会使读作兰，这个字嘛确实会使读作山。伫咱教育部的网站内底嘛是安尼记录，这两字就是读作兰山。咱来讲结论，第一，伫第一部分内底，咱有讨论闽南语上基本、上基础的变调规则。第二，伫第2部分内底，咱嘛有讨论到英甲安、英甲 n、英甲弯的转运规则。第三，伫咱讨论的字内底，有真侪字无甲骨文，嘛无经文，但是嘛拢有文白音之差。由此可见，文白音甲甲骨文、甲经文一点仔关系都无。第四，校长要过来强调一遍，我用的拢是同款的理路、同款的方法、同款的标准来找音、来找字。我的方法介简单，安怎转运，我先讲互你听，搁刷落来，我就找证据互你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讨论超过265字的白话音啊。今日我就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欢迎批评甲指教，谢谢，拜拜。